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天后宫呢？请问掠秋群是不是有这个天后宫嘞？请问掠秋群是不是有这个天后宫嘞？就在附近，是当地民众的信仰中心。市的秋群是财天百姓的信仰中心。市的秋群是财天百姓的信仰中心。从这里要怎么过去呢？我想去请求神明保佑。对了，安阳足够开嘞，我上头开求神明庇佑。对了，安阳足够开嘞，我上头开求神明庇佑。以我们分局为中心点，顺着这条阳记路走400公尺。如爱人分区做中心点，新日头阳济路行400米。如爱人分区做中心点，新日头阳济路行400米。接着右转广记路，再往前走50公尺。接落来我进修里行广济路，搁向前行50米。接落来我进修里行广济路，搁向前行50米。到广记路跟光明路的交叉路口，右手边就是天后宫。到广济路和光明路的10处路口，进修里是天后宫。到广济路和光明路的10处路口，进修里是天后宫。请问这座庙宇有多少年的历史呢？请问这个庙就叫哪个历史？请问这个庙就叫哪个历史？这是内埔历史最悠久的古迹了，历史超过200年哦。这是内埔历史悠久的古迹，历史超过200年。这是内埔历史悠久的古迹，历史超过200年。我等不及要去妈祖庙了。俗话说，妈祖婆印外乡。我地毛府都开妈祖庙啊。沙沙讲妈祖婆人外乡。我地毛府都开妈祖庙啊。沙沙讲妈祖婆人外乡。你从外地来，相信妈祖会保佑你旅途平安的。现代外地来，相信妈祖要庇佑hen旅途平安的。现代外地来，相信妈祖要庇佑hen旅途平安的。谢谢你的热心帮忙。我可以跟你用手机自拍吗？落来迄热心照相框，我要用含迄用手机翕相么？落来迄热心照相框，我要用含迄用手机翕相么？没问题呀。好了，请路上小心哦。谢谢哦。没问题。好啊。路上抢生意。落来。没问题。好啊。路上抢生意。落来。